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3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有病院的护理人员投诉讲，病院算唔到防疫津贴，造成因正大的困扰。嘛，护理人员不满到达，阁也未领到。英国、澳洲外交部长佮国防部长年度会议，张声明强调台海和平。嘛，头一届表示讲，反对改变台海现状。台东县去年老大人赛车发生车祸的比率是全国上悬，今日昨晚呼吁老大人尽量唔通赛车。新闻一开始来看，有成功病院的护理人员向媒体投诉讲，去年病院有发予因一笔防疫津贴，也毋过病院却又搁发通知讲，金额毋对，有加发咯，要求员工爱甲加领的钱领行病院。大部分的员工是加领5000块到2万块。也毋过，有人加领13万。成功病院是表示讲，是为着要赶伫过年之前，甲钱发予员工，上过赶紧，所以造成行政疏失，经验毋对。大约是有200个护理人员订单。另外，有的病院到今阁还未发津贴，嘛，互护理人员真不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3年外，为去年累计到即马已经有950多万人感染。卫福部特别编列防疫津贴的奖励金，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辛苦。毋过，却传出有护理师照顾确诊病患，到即马也无领到应该有的防疫津贴，也引起基层的不满。不是只有很少而已，是绝大部分还蛮多的医护人员，大概有1半以上的这个医护人员还是没有拿到这样的费用。有人无领到津贴，毋过有病院发毋到津贴。成功病院有护理人员甲媒体投诉，院方伫1月19农历春节前一天通知加发去年5月的防疫照顾津贴，过年后要求员工爱缴回。对这代志，院方原来坦别疏失，因为行政人员的作业疏失，才会致使金额错误。这届受影响的差不多有200个医护人员。作业的时候呢，我们的格子就 Excel 这个档案这个格子，因为错字的关系，所以就导致这个格式跑掉之后，有的员工，譬如说他本来应该只是核定只能领1万的，他有的就错字，然后他就变成领了10万。成功病院强调，这是国家付的照护津贴，每一个人会当领到偌济钱，拢是公开透明，也有公式会当计算。过年后已经有65%的同仁完成改正缴回，以后原来会加强督促机制，要求行政人员爱加检查插队，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仔发布有14架次的中共军机，4台的中共军舰来交了台湾。台湾的局势最近是正受到国际的关注。英国跟澳洲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举行年度会议，昨晚发表联合声明，甲去年同款，拢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今年阁增加讲反对改变台海现状，嘛承诺讲会深化甲台湾的关系。另外，日本的外交大臣林芳正昨暗甲中国外交部长通电话，针对中国伫东海甲罗西亚的军事活动来表示关心。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嘛暗算伫初5要去中国访问。台海局势无稳定，国防部初3发布有强机14架次，4只强舰交台，强机进入西南空域接近东沙岛，台湾继续严厉监控。另外，英国甲澳洲外交以及国防部长伫年度会议阿克明聚焦印太区域现况，初日发布会后联合声明，除了比较去年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英澳两国今年阁增加共同反对改变台海现状，承诺深化甲台湾关系，共同合作支持台湾。That human rights is being threatened by a range of charact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indeed people are testing sovereignty of nation states in a way that should worry us all. And whether you are in Ukraine or whether you are in the far Pacific, from the United Kingdom's point of view, those values are true and are worth standing up fo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together with us through the architecture of AUKUS to help Australia acquire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capability. 英澳强烈反对中国伫南海军事化，也视察澳洲伫英国协助训练乌克兰志愿兵。另外，日本外相林芳正初日暗时甲中国外交部长金刚通电话。林芳正指出，中国伫东海也佫有甲俄罗斯合作军事活動引起日本憂慮甲關切，同時也強調台海和平穩定嘅重要性。私から日中両首脳間の重要な共通認識であります
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の構築という大きな方向性の実現のために連携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旨を述べまして、同部長からも同様の考えが示され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伫初5第一摆访问香港，有希望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9月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联名致函布林肯，讲到美国总统拜登表达对台承诺真坚定，呼吁布林肯依照台湾旅行法访问台湾，实践承诺，也传达美国强烈反对中国军事的倡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今仔上任，因为伊昨才家己位辞掉，外界批评讲伊故意遮尔慢才辞职，耽误着会当搁再补选立委的时间。某民间团体是要求林奕华应该家己发言的薪水献给国家。林奕华是表示讲，伊拢按照立法院的制度，并无加领薪水。就有关于我就任的时间，其实是在一开始，当时答应蒋市长的时候，就是跟蒋市长还有跟党团就讲好，就在2月的时候哦。那另外有关于薪资部分，其实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立法院有立法院相关的规定，所以当然我们都是按照立法院所有的制度来走，所以绝对不会发生就是异理的状况。林奕华嘛解释讲，伊推动沿海防治法加气候变迁应应法伫党团内底是真重要的角色。另外，预算嘛爱伫这个会期来完成，会合办时节拢是为着要家己发现应该做的工作做算。林奕华嘛强调讲，就任头一个工作就是筹备台湾灯会。再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接见2022年资安奖得奖的奖项。蔡总统是表示讲，咱台湾伫资安产业真有竞争力，伊毋望讲台湾厂商的产品会当伫国际市场有袂歹的表现，政府嘛会提供支持。那么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本土的厂商，更多优质的产品一起迈向国际市场。那么政府也会全力推动治安及国安2.0政策，持续强化组织，完善法制，也会培养更多的人才，提供产业更多的支持。总统强调讲，伊上任以来，资讯安全是政府真重要的施政目标，伊会继续来推动数位转型，互社会无同款领域的治安，拢愈来愈有保障。目前，咱的总统落任了后1个月会当领25万的礼遇金，副总统是18万哦。打补选进立法院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今仔是表示讲，伊准备要提案修法，甲正副总统的礼遇金降到75000块。王宏维强调讲，行政院长陈建仁伫咧担任副总统的时嘛捌表示讲支持调降礼遇金，即马大家会当做伙拍拼来推动修法咯。立委王宏维伫立法院头届开记者会，针对行政院长陈建仁进行做副总统的时，伫单位节目讲过要改卸任正副总统的礼遇金，直接发声表示要提案修法来甲实现。我愿意成全陈建仁，院长求仁得仁哈，那么我会先做这样的提案。王宏维强调，是要帮助陈建仁实现承诺，嘛搬出2017年200个民进党立委的人数，当伊未来正副总统礼遇金额袂当超过年金改革的上限。当时有立委讲1律8万，王宏维表示提案会照陈建仁讲的金额，也就是原本的正副总统卸任达过29万到18万的金额，拢降到7万5。这个总统副总统礼遇金的审议呢，如果在立法院审议，我们当然是要尊重立法院审议的结果。其实美国总统他也有礼遇那礼遇也算是周到的，可是副总统的部分，他礼遇就缩减非常多。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节省国家资源不要浪费公帑可以再去检讨跟调整空间有学者表示，因为各国民情无同，有讨论空间。王宏维嘛讲，要提案修法的部分，也未甲党团沟通，但会寻求支持，嘛会争取同时提案的民进党立委来支持。另外，像前总统马英九嘛可能受到影响，伊表示爱一律适用。记者电话李克凯台北采访报道。台北市公布上新一波25个饮酒赛车的再还名单，嘛公布因的姓名佮相片顶注释，其中有人因为是第2届饮酒赛车红领着，佮拒绝酒测，罚款36万块。嘛有5个人已经是第3届饮酒赛车红领着。
到底公布相片敢有效呢？有民间团体是认为加减有吓惊的效果。你机怎么一晃？环境车汽车等红灯，看到另外一台机车等越过路口，沿路又来喊气，马上向前来甲砸落来。0.75本人讲无啉酒，啊毋过伊一盆酒测达0.75，果然超过标准。看一下你的证件好不好？发出高高酒味，互人砸落来。这查甫人饮药酒了后，佫上路，酒测了后0.1克。警方处理酒后赛车愈来愈严格，若是酒后赛车累犯，会佫加重处罚。台北市车市公布新一波酒后赛车累犯名单，看起是真清楚，名字、违规的时间、地点、所作所为，全部互人看现现。这一次有酒驾累犯2次的，也有3次的，然后也有毒驾的，也有拒测的，所以这次公布的名单的违规样态算是比较多元的。那这次处罚款最高的是一位男性的民众，处罚款最高到36万。那主要是因为他拒测2次。酒驾新法早伫去年上路，10年来2摆酒后赛车相关资料都会被公布。敢若是台北市已经有将近200人。过来看这摆名单，第3摆酒后赛车比例甚至佫占1/5，只是酒后赛车的相片被公布，是不是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呢？这些酒驾累犯一旦被公布姓名跟照片之后，我想他的亲朋好友绝对都会知道群体约制的力量，这样子还是有它积极的作用。长期关注酒后赛车议题民团认为公布资讯，少少有协助的效果。更较重要是，酒后赛车累犯有寡人可能是去掉着酒精，爱戒除治疗，为源头杜绝，这样互因无过酒后赛车。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华泰山2间公司拢为着经营权吵吵闹闹。今仔早起，立委郭国文甲曾嘉宾就批评讲，道理当事已经真做是经营权斗争的工具，毋若影响到公司的营运，佫有可能会互民众买股票变做是壁纸。所以，呼吁证监会甲金管会应该爱介入指导，嘛应该赶紧来进行相关的修法。出名的泰山企业初日下晡召开记者会，批评独党陈敏芬进前召开的审议委员会是非法调集，想要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一定会损害股东的权益。早起立委郭国文甲张嘉宾举行记者会，认为独党已经变作争夺经营权的工具。没有一个公司可以这样子内部的耗损啊，在不同的这个临时股东大会当中，造成了一个内部争议的扩大，影响到小股东的权益。为什么不能在这段时间持续的以这个行政的力量呢，来遏止这样的市场乱象发生啊？我们在这里呢，诚恳的呼吁啊，政企局啊，金管会要赶快有一些更强而有力的行政指导。立委指出，经历公用科股东会闹双包的乱象了后，金管会去年提出相关修法的预告，限缩单一独党的权限，将相关的权益交予审计委员会合议了后行使，就是要避免独党代表特定人士召开股东会。只是半年过去啊，相关修法的法案都还未送入立法院，这致使修法过渡期间又搁发生中华甲泰山的独党乱象，呼吁行政院加速修法通过。赶快来跟行政院这边来做一些沟通，跟进行审查的部分。那至于就是说，股东临时会的一个召开的正当性，现行的可能还是要循现行机制来办理。金管会强调，会赶紧甲行政院沟通，同时审查股东临时会的正当性。按过安怎有效阻止修法过渡期，公司派甲市场派互相争夺经营权，进一步影响股民的权益，政府恐惊都爱想好配套。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新闻来看，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这几天伫菲律宾的访问，美国甲菲律宾嘛宣布讲，美国会扩大美军伫菲律宾的军事设备，虽然并无公开新的军事基地伫倒，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其中有几个可能会设伫菲律宾北边的吕宋岛，这嘛是菲律宾上靠近台湾的陆地，目的嘛可能是为着台海冲突来设想。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车里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双方谈论区域安全合作等议题。会后，美菲两国国防部发表联合声明，两国计划加速全面实施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菲律宾也正式允准美国正式4个军事基地使用权，总计提供美军会当伫菲律宾9座军事基地部署军事设备，轮调军力，有希望应对台海甲南海情势。By completing the ongoing projects as well as the agreement to designate new sites where EDCA agreed locations may be developed. I'm proud of the work that we've done toget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are more than just allies. We're family. 美菲有数十年的安全同盟关系，包括2014年达成的 EDCA。虽然这摆北京还未透露新军事基地位置，也毋过军事专家分析，其中3个基地可能位伫菲律宾北部的卢宋岛，这是上靠近台湾的陆地，上会当有效应应美中因为台海冲突的时对抗中国。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菲律宾，就前往吕宋岛这里，就商讨这基地的这个同意的使用权。那到现在确定。那很清楚，就是剑指中共的部分。那这对于协防台湾当然是大有注意了。国务卿布林肯也宣布，美国会重开驻所罗门大使馆，作为华府对抗中国、加强印太同盟重要的一环。那中国继续交代，国防部册日发布证实，中共派出23架次军机、4架次军舰伫台海4区域活动，其中下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阵地西南空域，搁较有17架次。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最近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禁止罗西亚甲白罗斯的选手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波罗的海3国甲波兰已经做伙声明，表示反对这2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波兰的体育部长嘛警告讲，可能会有40个国家抵制巴黎奥运。也毋过，美国国务院是表示讲，应该让这2个国家的选手以中立的身份参加比赛。俄乌战争刷咧拍，乌克兰最近来呼吁讲，就要禁止俄罗斯甲白俄罗斯的选手来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波罗的海3国，还有立陶宛、爱沙尼亚甲拉脱维亚，拢有大声来表态，和波兰来发表联合声明，拢要来消停。Together with ministers from Estonia, Latvia, and Poland, we have agreed that. On our joint statement against the inclusion of Russian and Belarusian sportsmen into international sport events. 波罗的海3国含这个波兰，拢是欧盟甲北约的成员国，拢和俄罗斯甲白俄罗斯的国土有相隔界。因嘛拢一直来支持乌克兰。波兰的体育部长还佫警告讲，假使若无禁止俄罗斯甲白俄罗斯的选手来参加比赛，安尼后礼拜就可能有数十个国家会来抵制巴黎奥运。Naszym celem jest to, żeby to Rosjan i Białorusinów nie było na Igrzyskach Olimpijskich, a nie na przykład Ukraińców, Łotyszy i Polaków. A jeżeli już mielibyśmy bojkotować, to żeśmy zbojkotowali te Igrzyska Olimpijskie tak szeroką koalicją na czele właśnie z Wielką Brytanią, ze Stanami Zjednoczonymi, aby bez tych krajów, które bojkotują te Igrzyska, najzwyczajniej w świecie nie miały sensu. 国际奥运有拍算讲要让2国的运动员用中立的身份来参加巴黎奥运。巴黎奥运的筹委会嘛表示讲会来遵照办理。美国国务院是表示讲会采取规范的措施，暂停2国的体育活动，还有转播。不过应该就让选手用中立的身份来参加比赛。The use of official state Russian and Belarusian flags, emblems, and anthems should be prohibited. And appropriate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any public statement made or symbols displayed at sporting events by, again, athletes, administrators, officia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is approach. 俄乌战争开战了后，厝边国白俄罗斯因为来协助入侵，2国的运动员同安尼去互禁止参加真侪国际赛事，包含这个卡达世足赛，还佫有温布顿的网球锦标赛。即摆是毋是会当来参加奥运？恐惊佫爱佫车拼一个。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罗西亚总统普廷在伫斯大林格勒战争80周年的纪念活动，用德国小最经送乌克兰的战车为例，强调讲历史长的重演。罗西亚的发言人嘛表示讲，西方国家送新武器予乌克兰，罗西亚会以愈强的武力来回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咧伏尔加格勒亲自主持纪念苏联伫咧史达林格勒战役打赢80周年纪念活动，甲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甲当年红军对纳粹德国摕来比，并且讲最近德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80坦克，表示历史正伫咧重演。Невероятно, но факт. Нам снова угрожают немецкими танками «Леопард». 普京暗示讲，可能会用非常规武器。伏尔加格勒以前叫做史达林格勒，80年前伫咧这样战役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上血腥的一场战争。迄当阵，红军以超过100万人伤亡的代价，打败27个纳粹德国。对苏几多变的苏联来讲是正大的转变。Над Россией победу на поле боя, видимо, не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война с Россией будет для них совсем другой. Мы свои танки к их границам не посылаем, но у нас есть чем ответить. И применением бронетехники дело не закончится. 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无愿意对普京的言论做详细说明，因我正明确地讲，西方国家交武器的时阵，俄罗斯会有更加大的回应。即讲泽伦斯基一个基辅接待来访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计划2月24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1年，对俄罗斯实施第10轮的经济制裁。Готується до спроби реваншу не тільки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а проти вільної Європи, проти вільного світ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普京一直强调这是一场针对民族主义者甲纳粹的战争，讲这个人正伫咧领导基辅。俄罗斯的外长拉夫洛夫。不甲有犹太血统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这是纳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因为战争，罗西亚减少供应天然气予欧洲，造成全球能源价格大起。欧洲石油公司卡巴白去年赚将近400亿的美金，嘛创历史新高。其他的能源大公司嘛是正赚钱哦。有环保团体就批评讲，这些能源公司家己赚甲饱饱，也毋过针对再生能源的投资是真少。欧洲上大石油加天然气公司卡牌2022年获利达到399亿美金，也创下这个公司115年来新高，是2021年193亿美金的2倍外，其中将近60%是为规模真大的液化天然气部门来。卡牌新任的执行长萨万表示，这个公司展现差别性产品组合的实力，在动乱正大的世界有提供真重要能源的能力。不过市场分析是讲，能源偷人落地啊赚饱。这我们看得出政客的能源政策，敢若看眼睛的。This is not just about oil companies profiteering. This is a consequence of a failure to plan on the part of politicians for the transition towards renewables. 俄乌战争开始拍了后，俄罗斯切断输往欧洲的天然气供线，带动全球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所以国际油价天然气的价格大幅度起价，全球几落的能源大厂钱拢赚真济。除了卡牌以外，美国石油偷人雪佛龙赚365亿美金，埃克森美孚591亿美金，拢创下新高纪录。初二即天，伫英国伦敦环团绿色和平，伫一间卡牌加油站徛特殊的介绍看板。 Those enormous profits at the top, and underneath it a question mark against the amount they will pay for the climate damage that they've caused. 虽然各国的能源政策渐渐以净零排放做目标，愈来愈侪能源公司嘛强化企业环保形象。不过，卡牌竞争对手英国石油公司 BP 表示，无定到俄乌战争可能会加速全球能源转型，渐渐脱离化石燃料。不过，在未来15至20年，石油在全球能源体系内底也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欧洲议会伫初二撤销2个议员的外交特权，一个是来自比利时，一个来自意大利。因为比利时的司法部门正在调查一件甲卡达佮摩洛哥有关系乌税案，这2个议员冒受乌钱的嫌疑。比利时伫去年的12月份，嘛已经抓到4个人咯，其中有一个是欧洲议会副议长。 为着要配合比利时调查人员，对一件欧洲议会议员涉嫌收世俗主办国家卡达的钱，想要影响欧洲议会对卡达相关事务的决议方向的调查。欧洲议会随利表决，以压倒性的多数取消这2位议员的豁免权。 Wir kommen dann zum Bericht von Frau Kollegin Aubry betreffend den Antrag auf Aufhebung der Immunität von Herrn Kollegen Andrea Cozzolino. Wer ist für den Bericht? Wer ist dagegen? Enthaltungen angenommen.
意大利籍的科索利诺加比利时籍的塔拉贝拉，两个拢被撤销未获检方起诉的豁免权。塔拉贝拉亲自参加会议，并且投赞成票。会后，伊发冤枉，讲伊是无辜的，只是配合调查。Écoutez, je répète que je suis content que ma levée d'immunité parlementaire ait eu lieu. On vient de la voter. Deuxièmement, je rappelle que je suis innocent dans cette affaire et c'est à la justice que je livrerai par priorité les informations selon les questions qu'ils voudront bien me poser. Je vous remercie de comprendre, je vous remercie de faire votre travail. 科索利诺真正也讲家己是无辜的，不过比利时当局讲，警方伫咧去年12月对迄当阵担任欧洲议会副议长的凯利，还有其他涉案人的16个所在，超出差不多代票1900多万的现金，还有扣留电脑加手机等证物，规件案件才会爆出来。目前包括凯利在内有4个人被指控贪污、洗钱加犯罪组织。凯利坚持家己是无罪，不过伊的查某朋友担任欧洲议会助理的乔治部分认罪。意大利籍的前议长潘兹瑞是甲检方达成认罪协商。公司新闻张伟林、吴继昌编译。过来消息咯，咱来看宜兰县消防员的外勤加班费的上限，今年已经对原本14500块提悬到16000块，也毋过甲中央的标准19000块是搁差3000块，嘛比宜兰县警察减1000块。宜兰县消防局是表示讲，因会搁继续来争取预算，若属顺利哦，今年应该会当提悬。消防员无食暗顿，到出勤抢救伫山中迷路民众，结束了后，家人坐伫路边食便当。有时阵一大任务，还佫需要伫山顶过暝，工作辛苦佫危险。啊，毋过宜兰县消防员核定的外勤超勤加班费上限，今年敢若为过去的14500块提悬到16000，比起中央标准的190，依然有3000块差距，甚至比宜兰县警察少1000块。因为很多的县市，还有我们宜兰县的这些警务人员的，他们这个超勤津贴都是17000元，所以呢，我们不要比人家多，至少也不要比人家少。地方政府消防员24小时都要随时待命，救灾常常报告自身安全，工作这么辛苦，宜兰县消防局超勤津贴煞这么低，不合理。我们会继续积极来争取，希望能够朝这个19000这个目标来争取。中央今年已经将外勤、超勤加班费上限提悬到19000。县消防局表示，中央的标准是为媒体顶悬知影资讯，但收到正式公文了，会直接将处经费。那顺利今年对加减预算都会处理。所以今天宜兰县政府这个做法，在基层的眼里看来，它不只是比17000块还要开倒车。只要是消防员，担任消防员都知道，这其实是地方政府，它因为中央调高了补助，而又更加卸责的一个方式。不过消防员工作环境促进费算问题，中央补助地方的超勤加班费，今年才多为12000提悬到14000。宜兰县缩少将上限提悬到16000，地方政府负担经费少500，员工是摕中央的好处，煞负更较少的责任。宜兰消防员的工作环境保障依然有真长的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今仔透早有一台轿车火烧，佮传出爆炸的声，加在无人受伤哦。这站火车车的事故大概处理1点钟，交通已经恢复正常。你们是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先站旁边一点。大路顶悬有一台自家用规个导火起来，还佫不时爆甲乒乒叫。车衫透早4点半左右，桃园警察分局埔子派出所的员警巡逻时阵发现到，烦恼讲透早的时阵，这个车的速度拢写足紧的，所以就随叫警力来到支援，避免讲有人雄雄看到袂赴反应，佫发生事故。时线嘛，随叫消防人员来这咧救灾处理。来，站远一点，站远一点，站远一点，小心哦，那个会一直爆炸。根据了解，21岁姓陈驾驶，伊是要送因女朋友转去厝的。伫咧桃园区大兴西路3段停红灯的时阵，车煞雄雄出现导火，2个人随落车来逃生，加在无受伤。远景巡逻发现车道上有车辆起火燃烧，所幸驾驶人及乘客已及时逃生，未受伤。远景立即进行路段封锁，以维护行车安全。警方表示讲，火势伫个5点左右就破火去。规个这个火烧车的事件，经过1点钟5甲排除，交通嘛已经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半暝，伫大东县卑南乡有一个80多岁老大人，驶吉普失控，车卡伫水沟仔内底，加载人平安。
道安委员会统计，去年1月到10月，伫台东县老大人赛车的事故是比前一档多，甲全国比起来嘛是老大人赛车车祸上多的所在。台东监理站是呼吁家属尽量唔通互老大人赛车。前日半暝啊，台东县卑南乡立吉山区，一台吉普车撞到山壁，规台车卡伫山沟，赛车80多岁老大人，大到副驾驶遭受困，路人甲船长拢来斗相共，救援人员夜赶到位将救出来。经过送医了后，好佳在无生命危险。船长讲，老先生住伫山顶，可能要转去，因为伤过疲劳，视线无好才发生车祸。可能是忝嘛，普通家己一个人住伫山顶。台东县常常传出超过65岁以上老大人车祸意外。根据道安委员会统计，去年1到10月，台东县的高龄无照驾驶事故发生率比前一年增加64.9%，有驾驶的高龄驾驶人事故发生率也增加10.7%，增加的比率伫全国拢是上悬。不过，2017年实施高龄者驾驶换照制度，75岁以上3年爱体检换照。原本是要降低高龄驾驶事故发生率，不过台东县的高龄无照驾驶事故意外却增加。监理站呼吁家属应甲老大人加沟通，唔通过赛车骑车。为了我们长辈的一个安全，那我们就视他的情况，如果是真的不适合开车骑车，我们也就来劝导他赶快把驾照能够自动缴回。台东监理站表示，为服务偏乡老人，已经请各乡镇卫生所协助偏乡高龄驾驶人体检，合格对当场换照。若免继续赛车、骑车，公路局提供偏乡幸福巴士，老大人应去加利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中岛湿地公园有民众发现讲，附近有真侪起厝的废弃物，怀疑讲有上黑白片哦。环保局嘛已经开出劝导单，也毋过主管机关是讲，这伫还未改造公园进前是一间装药厂，这物件是之前留落来的。今仔早起嘛重新来砍土、铺草啊，来改善景观。蚊仔待伫土内底蛀袂出来，边仔阁有安门头的地仔、红砖甲安门头顶引建废弃物，但出现的地点却是高雄中岛湿地公园的厝架顶悬，互民众质疑敢会是有人偷蛋废弃物。好像很奇怪啊！运动的大部分都是老人比较多，那如果摔下去就比较麻烦了。因建废弃物煞待伫湿地公园，互民众感觉无合理，烦恼会害运动的民众跋倒。环保局接到通报了后，派人到现场稽查，同款发现真侪碎的地砖，也是暗纹头。中都湿地公园部分的地面夹杂有碍公共环境卫生之物，原依《废弃物清理法》第11条的规定，要求土地管理人，也就是养工处限期改善。环保局借废弃物清理法开出劝导单，要求限期改善。但负责养护的养工处嘛澄清，碎砖仔是湿地公园真心中岛当用砖仔药厂留落来的建筑废弃物，依法待伫原地。建筑的废弃物在环保局分类里面，它是属于B5类，在我们生态工程里面，如果外运的话，相对会增加一些成本，况且它是可以就地去做掩埋，像我们把取到整个浚深之后，它是堆置在中岛区。养工处解说，废弃物是因为当年冲刮等原因才会造出来。3号开始陆续将蚊仔、安门头地仔等废弃物移除，再搁重新砍土种草啊，嘛会对湿地公园做整体的检查甲改善，确保水土保持无问题。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受到暖冬的影响，做爱产期今年有下班，佮因为今年过年提早，所以未符合礼品的市场。伫云林岛南有一个农民，过节园佮有超过15000斤的做仔，佮还未收哦，所以规期就1斤50块，互民众家己来买加减赚。加入云林岛南的做仔园，树仔顶一粒一粒的做仔，虽然已经到分，却还未采收，因为即届寒冷天气较温暖，做仔的产期延后。佮拄着今年过年的时间有较早，农民袂赴采收，提供互过年送礼。地书即马做仔是有回无期。过年提早了，本来我们都农历年是国历的2月4号啊，才这个开春了，就春节了啊。但是我们已经10几天前就过年了，所以那就季节有影响了。
所以今年，所以这个过年前，我无法度卖出去。农民表示，这也是过年真重要的季节，真侪人会买来送礼或者是拜拜，嘛有不少消费者伫过年进前1、2礼拜就资本好势。不过今年却因为3期延后，规矩袂够大，过年进前的订单大部分拢取消。即马敢若会当用1斤50块的价小开放民众家己来办。今天是第一次来，然后第一次体验这样直接采，就是可以直接吃，很新鲜的体验。伫过年前无卖，都可能会小可影响啦，影响几十万的稳有的啦。哦，若过来人若有人客来办。过来办事，还要再回本啦。农民表示，较早过年进前拢会无用咧装做爱礼阿爸甲寄货，收入上无拢有30万。不过今年袂付出货，果子园内底阁有超过15000斤的做爱还未收成，即马敢若会当开放互民众家己来办，加减贴一寡成本。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有民众伫台东延平乡桃林溪看到有一只台湾乌熊妈妈带2只细只乌熊过河。也毋过，其他民众发现讲，相片应该伫玉山国家公园的花莲玉里南安站起的。林管处是表示讲，目前是阁无法度确定位置，也毋过嘛强调讲，无应该公布乌熊出现的所在。这是顶个月30民众所翕的熊妈妈带2只熊仔囝过河的画面。熊妈妈先带1只熊过河，还佫有1只唔敢过。熊妈妈发现有人赶紧登去兑换，细只熊仔看到有人唔敢落水，赶紧向后壁壁顶爬去。结果熊妈妈真生气，回头冲向翕相的人。小熊也是在跟母熊学习，较适当的地方来游泳渡河。那假设有民众靠近的话，可能会有惊吓或他不专心，那这样可能会有渡河的风险。画面伫网络流传，大部分的民众直接翕相人干扰着熊，也有民众发现这条溪其实是玉山国家公园花莲玉里南湾站南湾桥顶的溪坡啊。林管处是讲，目前无法度确定因的所在，嘛无应该公布。3不原则：不要惊扰，不要靠近，不要喂食。如果有遇到野生动物的受伤，也可以打林务局080000救山林的24小时的专线。随从玉里南湾捌伫2018年发生熊仔囝甲熊母相袂落的事件，真侪游客听到这个消息，拢赶到位，互拍无去的熊仔囝雪条青镜，熊母更加无愿意转来。林务局也呼吁民众发现野生动物唔通干扰，也唔通公布因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海巡人员伫这个月初1伫台中大安温寮灯塔附近的沙坡啊，发现一只行唔着路的鹧鸪。海巡人员甲协会人赶紧把这只鹧鸪送去桃园安置，初步判断讲是一只真少年的鹧鸪哦，也毋过是啥物原因靠打，阁无了解。这只鹧鸪被困伫咧浅滩，海巡人员确认性命正常稳定。杨贵新等甲确认外观了后，随即甲金屯协会的人员找来通来安置这只鹧鸪。目前要把海龟放到海龟箱里面。这只鹧鸪看起来健康真好，并无发现外伤。这个月1号，海巡人员伫台中大安温寮灯塔附近的沙滩，发现鹧鸪困伫咧沙滩，无法度震动。由于当时是退潮加上出大日，今日对这只鹧鸪进行捕食，片面脱水。经现场量测，海龟长约52公分，宽约49公分，无明显外伤，状况良好。这只鹧鸪随即被送往医疗安置。中华鲸豚协会表示，这只身体长52公分，属于较少年的青少个体，伫台湾沿海一年大约啊，有2到300只的菇类救援案件，超过7成是鹧鸪。不过，这只个体是安来困伫沙滩，还佫再查。雌性的只有在产卵的时候会上岸，其他时候是不会上岸的。我们在现场检查它，我们也没有发现它有纵网被勾住或干什么，就是都没有嘛。鲸豚协会指出，鹧鸪的活动范围真宽，不过大部分伫较深的海域来活动，原来搁浅大部分是人为的干扰，或者是被网仔填调的。不过，参照这初步受到外力的影响，对伫沙滩搁浅的情形，并无常常看到。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修护古迹是一个真专业、真有路的工作。台南有一个专家蔡顺林，伊伫10当前成立工作室，进行一个100间庙门的计划哦。修护真侪国宝大师为门神。明仔载暗时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亲像是变魔术的手艺。
这是笔啊，这是笔痕。你看到它一个一个的笔。艺术修复师蔡顺任带这少年队员，当地修复台南马公庙这64门的门神，这是伊当地推动的百庙门计划。内底有袂少是咱台湾彩绘大师的作品，所以一笔一刀拢爱足斟酌的。已经修门修10档啊，所以讲百庙门计划其实是爱互这个民间甲这个传播的所有人的力量，能做一个整合。而且平台就是讲，大家都会让来参与。离开这个30公分到50公分距离远，大概就看不太到它的差距。你靠近。蔡顺任25岁去意大利学艺术修复，10年了后，等下到台湾，想要把家己学到的修复观念传给少年一辈，所以每一礼拜为台南去政治大学民族系教学，希望替台湾的教育带来转变。教学就是继续把这个信念做较广的传播，若是会当去多传播，就算一个人、2个人，我感觉嘛是好的。经过8个月的修复，马公庙庙门总算要送回来啊！在详细研究之下，彰显资本的光彩。团队内底的少年成员，拢真骄傲有参与到这届重要的修复任务。强起来目屎，我嘛是足大压力伫的啦。看到即摆成果回来吼，敢一句话感动啊！因为我觉得其他国家没有的东西，这是台湾才有。对，虽然说可能东西不多，但是最精华部分都在这里。艺术修复是一个真专业的工课，嘛是互珍贵的文物复原的重要技能。修复师用双手把细块的分叶敷好平，互艺术品会当重见光明。虽然台湾艺术修复的历史并无介长，专业的人才嘛无够普及。不过，即马少年一代人才投入，台湾未来嘛会当加做珍藏艺术保存先进的国家。记者罗敏珠、连新维台南报道。今年的台北灯会，环保团体绿色和平也推出一个欢迎光临的主题会灯哦。全程拢用太阳能发电，利用灯火、声音、加烟来表达减碳理念。咱做伙来看卖。玻璃温室内底代表二氧化碳的烟雾呛加规处境，暗示地球当咧经历恶劣的气候变化。这是绿色和平今年所要展出的花灯作品，欢迎光临。绿色和平表示，这座花灯是100%用太阳能发电。那我们的灯件呢，它每天晚上的耗电量大约是10度左右。那相较跟每个展出的灯件呢，去相比它的平均用电量，我们是大概是1/10左右。而且呢，我们是采用100%再生能源，所以在电力的碳排是趋近于0的。绿色和平估计，今年台湾灯会总共需要174236度的电，所产生出来的碳排放，等于是灯会期间有2000多台汽车同时伫同一个区域咧走。面对政府推动全无碳排放的政策，因建议大型活动应该减少传统的发电。受邀请参访环保花灯的立委柯新婉表示认同。透过这样子节能储能的一个绿色能源的方式来去有别于传统高耗能的这种灯会的一个举行哈，我想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去赞许的，也呼吁各个的地方政府还有这个相关的民间团体也可以一起来用这样的方式来举行相关的一个活动。环保花灯欢迎光临，对2月初5开始，每天暗时6点至9点半，伫台北信义威秀广场演出，透过声音、电火甲烟雾，让观众感受地球承受的气候压力。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新竹市文雅里已经接连续3档，里长拢会带民众做伙来画歌灯，吊伫社区来增加过节的气氛。那么做伙来看卖。不管大人也是囡仔，拢摕画笔在歌灯顶悬画出五花十色的图样，大家感觉真新鲜。唔有家长带囡仔来参加，各学校老师带学生来体验亲手画歌灯的趣味，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让小孩子可以自己绘画，自己发挥他们自己的那个创意，就带着他们来体验一下，大家也都很开心，然后让他们知道元宵节的由来。大家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欢乐，有那种欢乐气氛啊，很好玩。新竹市文雅里日本时代合作新富灯，当地里长自3档前发起里面灯会活动，想袂到受到真侪人欢迎，对社区来讲。增加厝边头尾大家的感情。社区不管是老中青3代，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记忆，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携手来共创这个彩绘灯笼。
暗时规排的高顶吊伫社区内，看起来水当当。虽然讲今年因为经费的关系，规模缩减剩80支，不过同款吸引未少游客，特别来感受过节气氛。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最近2-3天大家嘴暗拢挂条条，卫生福利部台中病院就发现讲，这几天囡仔生鼻梁的病例增加1倍外。意思是认为讲，因为囡仔嘴暗挂几工，呼吸道长期拢互嘴暗抗掉的，鼻仔内底的细菌就一直拖，所以常常会产生急性的鼻梁。鼻子都是满满的鼻涕，不好呼吸。6岁林小妹感冒一直无法度好，床边床袂完是伊唯一会记得的代志。张小姐原本叫是查某囝是一般的感冒，但是看医生看袂好，一直到帮伊拍卡这边排痰的时阵，才发现可能是鼻头炎。突然就跟我讲说，妈妈，我没有办法朝下，因为我只要朝下，我的这个脸的地方很痛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医生说，就是这几个部位，就是这里跟这两边，就是有可能是鼻窦。卫福部台中病院统计，新冠疫情开始了后，小儿科儿童鼻窦炎的病例加了1倍以上。斟酌研究才发现，家长有互囡仔规工拢挂喙暗，长期甲呼吸道拢翕调的，鼻仔内底的细菌不断滋生。你去了鼻窦了后，就产生急性的鼻窦炎。感冒的时候就有细菌在那边滋生，那就有机会进到鼻窦。那你又把它的出口阻塞，我在那边就会一直繁殖就会有分泌物叫做鼻涕。所以这个孩子的表现就是藕断丝连的鼻涕、鼻腔的症状。医师提醒，一般流感或者是感冒7天之内症状就会减少，若是合并鼻窦炎，症状就会超过半个月，甚至鼻水也会变成黄绿色。现在户外已经无需要挂喙炎，若是有缘选择挂喙炎，医师也建议家长，囡仔的喙炎要经有透气的材质，定定要换新的。等去除了后，就互囡仔把喙炎摕落来，增加鼻仔内底的湿度，就会当避免急性鼻窦炎登上身。记者台中报道。元宵拢会食圆仔过节哦，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就专工来消解，互老大人较好吞的圆仔，望讲大家会当食了平安。元宵节要到啊，大家拢会受到裘短短的元宵，不过捌中风还是斗假喙齿的人，食起来加较困难。台北联合病院有传真特别的圆仔，这两边看起来拢同款，不过其中有一边加较好食。我们就是会教导民众在应用塑形粉，经过搅打，然后改变它的质地，它原本你买回来的，再经过第2次的处理，就会变成是好吞的。联合病院表示，捌拄过民众食元宵所调制气管的情形，实在真危险。这种改良版的圆仔，就是甲正常的圆仔煮好色，佮加入塑形粉，重新腌过，就较袂遐黏。顶瓜汤的部分，若惊收假，较会扎着，嘛通加入牛奶等，互伊较靠淡薄。它的汤呢，我们也把它加了粘稠剂，因此我们的好吞汤圆它是比较安全的。联合病院嘛讲，进前伊嘛有塞照顾老人加吞的花枝手册，因为考虑到国籍康好的需要，最近嘛新出英文版，收落去嘛会出印尼文等的版本。记者陈立福台北采访报道。嘉义中正大学新设一个科技运动馆，有模拟无同地形的行路的机器，甲各种的设备哦，嘛开放予民众预约使用。这器材会当来记录运动的数字，未来会当来建造一个运动资料库做研究。会当模拟各种地形的练走机，还有运动顺序测试身躯筋肉力量的各种设备。嘉义中正大学配合教育部体育署的计划，伫嘉义国立体育场启用科技运动馆，民众透过网络预约，就会当来使用内底的科技运动设备。透过科技性运动器材的协助呢，不仅可以掌握到运动的乐趣，那我们透过智慧健身器材的建制呢，也透过这样的过程能够收集到我们民众的运动的数据帮助民众能够了解自己运动的一个资讯。除了有科技健身设备，伫这间运动馆内底，还有利用灯光做反应训练的器材，体感拍高尔夫、射飞镖的设备。来体验的民众表示，这设备唔那专业，运动起来嘛较无负担。一般健身房因为那个还有经济的压力啊，还有可能对那些教练也怎么相处也是一种焦虑啦。所以我想说，这里用这种智慧型的会比较好，可以提供给一般民众来作为运动健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馆。
中正大学表示，目前科技运动馆是利用网络预约使用，嘛收集家己官民一寡运动数据，延伸这个科技运动的计划。未来会交接予家己县政府来管理，予官民随时会当来使用培养运动的好习惯。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香港的机场管理局宣布讲，对3月初1开始，要送50万张的机票予海外旅客。热人的旅游大月哦，会去送出8万张的机票予香港的市民，要来拼香港的经济。香港政府随日宣布，开始名叫做“你好香港”的系列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讲，将会自3月初1开始，向中国大陆加海外游客免费送50万张机票，时间是6个月。机票的分配参考疫情进前的旅客人数，一开始先伫咧东南亚地区、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等所在送机票，接落来是中国大陆加其他的市场。We have prepared 500,000 free air tickets to welcome tourists from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to come to Hong Kong. 香港政府开12亿港币，向国泰航空、香港快运航空，抑个香港航空3间本土的航空公司，用半买半送的方式买机票。大部分的机票会由航空公司透过海外办事处送出去。航空公司会分阶段伫无共市场送免费的机票，希望旅客让加带2-3位亲友做伙来算，估计会让有超过150万的旅客入境。 500,000 tickets to have a multiplier effect, because whoever gets a free ticket may not just come by himself or herself, will bring 2 or 3 friends or family members. 另外，香港政府也伫咧热天免费送8万张机票予香港市民。除了送机票，香港今年也办几项活动，吸引游客来香港耍。李家超也伫明仔载带代表团访问沙地阿拉伯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宣传甲介绍香港上新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爱看鬼片哦，有科学家是表示讲，这是一款咱人逃避现实的行为。嘛，讲民众对恐怖的物件介意的程度，通常是反映这个社会困境。所以每一个时代会互感觉恐怖的物件拢无啥共。规身躯拢废的尸体蜡像倒伫咧涂骹，表情正恐怖的连体人，目睭紧紧一直看头前。伫咧展览室内面，拢是正可怕的物件，用恐怖的手法。 表现人类对政治甲社会反抗，一般人拢认为万圣节才是鬼怪元素流行的时阵。因我其实即摆人规年通天，拢爱找恐怖的物件吓惊家己，原因是为了要躲避现实。What people love about horror is it's a genre that reflects the realities of our time in a fantastical setting. 澳洲一个叫做“对话”的学术网站讲。 人类虽然会讨厌恐怖，但过恐怖是比普通物件更加吸引人的注意。这样就是为什么有一寡人特别介意坐刺激的混交飞车，抑阁正享受。科学家把这种情形叫做良性自我虐待，因为安尼先会当互人暂时享受脱离现实生活的短暂快乐时刻。I think horror gives you a way to step outside of the horrors of everyday life, the horrors that we're all facing every day, the horrors of the climate emergency, the horrors of the political crisis. What horror does is it gives you a safe space in which to experience the terror, the fear, all of those feelings, but in a safe space where you know. 自伦敦的萨默塞特夫的恐怖秀展览就当发现，1970年到1980年代，英国的民众特别介意怪物类的恐怖元素。 迄当阵的大环境，英国正拄好经历严重的政治甲社会分裂。到了90年代，抑个2000年年初，迄当阵正流行鬼魂的相关主题。世界发展也正拄好是2008年的足球棒大风暴。I guess the big difference you see at that point in the artists that we're looking at is that the interest in sort of party politics really dwindles. People are really not that interested in kicking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y, but what they're really interested in is the global situ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最近这几年是流行巫师加巫术的相关恐怖元素，甲现代社会有多一寡关联，一个等以后这个回头来讨论。公司新闻牛燕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关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7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